来周刊夜聊，联电的营务副董事长孙明志告伊过去合作的伙伴华盛营造的负责人苏成达诈欺，华盛营造是强力回击反驳。因为他是忙了，所以可能就没有去查证这一些事情，所以变成是容易被这个诈欺的对象。 要接受新竹市警方邀请出席科技打诈队的成立活动，联电营务副董事长孙明志和周刊曝光，敢若卡到诈骗的纠纷，6月有请律师告这个人。所以你是觉得冤枉就对了。对。 因为捌卡到代替台中国际化的备案，华盛营造负责人苏成达根据了解，被告原因是一场拍8年的官司。2016年为了去选择新华城，孙明志决定甲华盛营造以及龙舟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做伙参加新竹市福中段的杜经案。华盛成立1500万的押标金，嘛拥有优先承接资格。不过后来孙明志指控合约无平等质疑趁钱的事。 大家做伙分，若了钱的事，要由选择制约单独负责。佮指控讲两间公司不实的证据，所以讲决定退出合作。华盛佮选择爱赔2亿5千万，也佮经一审已经判决，判选择免赔，只需要付押标金1500万。因为华盛捌因为公司的主管叫人掠走女官员，翕一寡不雅相片上新闻，即摆和选择指控，华盛是回应讲。 选择到目前为止无提半仙钱出来，公司何来诈欺的问题，而且毋捌伫诉讼过程中主张被诈欺。孙明志是表示讲，希望检调甲司法单位追查到底。财产上百亿的企业家甲因过伙伴，一人是讲一款，真相如何，就等双方去法院讲个清楚。 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